陳穎欣議員。唔該，主席。我發言係支持2024年私營骨灰安置所修訂條例草案。我係法案委員會嘅成員之一，亦都想感謝法案委員會嘅主席容海恩議員喺過程之中嘅協調，因為喺我哋審議緊法案嘅時候都有聆聽同埋跟進業界嘅聲音。近年嚟我哋香港社會隨住老齡化，私營骨灰安置所嘅需求日益增長，但係部分嘅設施管理不善、法律監管滯後，再加上土地緊張等等嘅問題都導致到好多市民喺親屬過世之後面臨住安置骨灰嘅困難。其中部分截算前骨灰安置所唔能夠成功申領牌照，而面臨結業嘅風險，導致到已經購買龕位嘅市民係面臨經濟損失同埋清灰所造成嘅情感痛苦。為咗先人同埋在世嘅人士嘅福祉，2024年私營骨灰安置所修訂條例草案提出適度調整豁免書嘅申請資格，允許符合指明條件嘅安置所繼續營運，而唔需要係進行清灰。但係唔能夠新出售或者出租龕位，涉及59間正係申請牌照嘅截算前骨灰安置所，其中有大約20萬個已經安置嘅骨灰龕位如果一旦係面臨清灰嘅話影響係巨大嘅。所以政府喺呢一方面嘅措施既係體現咗務實同埋體恤嘅監管原則，亦都減少對社區對市民嘅影響。除此之外今次嘅修訂草案仲加強咗對私營骨灰安置所嘅執法力度，提高唔遵從執法通知嘅罰則，亦都增加咗相關嘅罪行，去防止不法商家超賣龕位或者超放骨灰。如果不法商家超賣龕位同埋超放骨灰嘅話經簡易程序定罪嘅話，罰款200萬同埋監禁6個月；經公訴程序定罪就罰款500萬同埋監禁2年。相信都會具有一定嘅阻嚇力，有效防止超賣龕位同埋超放骨灰嘅非法行為。呢啲非法行為唔單止損害消費者嘅權益，亦都導致到行業嘅信用受損，影響市場秩序。所以係有必要完善法律，確保相關嘅企業喺營運嘅過程之中都係嚴格遵守法規。喺法律執行方面呢條法例進一步明確規定喺授權被撤銷又或者暫時吊銷期間骨灰安置所唔能夠繼續出售安放權，亦都訂立咗罰則去增強法律嘅威脅力。呢一條嘅條例設立咗之後都有效避免一啲不良嘅商家趁法律漏洞繼續經營，影響市場嘅公平性。同時政府亦都需要加強執法監督，確保法律係得到嚴格嘅執行，做到有法必依、違法必究。亦都希望借呢個機會感謝政府部門積極聆聽業界嘅聲音。早前法案委員會都喺個過程之中收到業界嘅意見書，表達咗業界嘅疑慮，同埋對於我哋法案有唔理解嘅地方。我哋法案委員會都積極跟進，而政府亦都按我哋嘅要求係安排逐一去同每一位係有疑問嘅業界人士係進行溝通，亦都進行解說。事實上骨灰安置所嘅監管影響係市民喺失去親人之後情感歸屬同埋精神寄託。若然喺監管有漏洞嘅話，會加劇社會嘅不安同埋焦慮。政府有責任確保所有嘅市民喺骨灰安置嘅問題上面係享有公平、安全、可持續嘅選擇。而行業經營者都需要承擔相應嘅社會責任，遵從法規同埋道德規範。展望未來政府應該多鼓勵綠色殯葬，喺條件允許嘅情況之下，增加公眾嘅骨灰龕位，加快新嘅骨灰安置所建設，亦都考慮到現有設施如何擴建龕位，去滿足市民嘅需求。同時都改善管理嘅透明度，確保私營骨灰安置所係符合法規，提供清晰嘅資訊平台，令到市民能夠查詢龕位嘅狀況、費用同埋管理規則。同時加強殯葬文化嘅教育，令到市民了解唔同嘅骨灰安置方式，鼓勵市民逐步接受綠色殯葬。最後希望政府、業界同埋社會各界都共同努力，真正確保私營骨灰安置所嘅行業可以健康發展，繼續維護市民嘅權益。主席，本人謹此陳辭。